當年今日知唔知？2025年6月14日國際十事報告。1934年6月14日，中國第一部喺國際上獲獎影片《漁光曲》喺上海首映。1940年6月14日，德國軍隊攻佔巴黎，法國政府宣布巴黎為不設防城市，法國第三共和國崩潰。1952年嘅6月14日，美國建造出世界首艘核動力潛艇。1982年嘅6月14日，科克蘭群島戰爭結束，阿根廷軍隊向英軍投降。1993年嘅6月14日，蘇聯嘅首位女性航天員進入太空。2014年6月14日，烏克蘭新總統波羅申科宣布喺東部地區實施單方面停火。2014年6月14日，烏克蘭當局話一架伊爾到76運輸機準備喺烏東部盧金斯克機場作嘅時候，被火箭彈擊中墜毀，機上49人身亡。2022年6月14日，歐洲議會通過決議，要求歐盟給予烏克蘭候選國地位。2023年嘅6月14日，泰坦號潛水器喺探索泰坦尼克號殘骸嘅時候失聯。2024年6月14日，俄羅斯丘梯航空一架客機因天氣惡化喺北極地區距烏特連尼機場約2公里處緊急迫降，並硬着陸，機身斷為2截。知古今，通天下。今日就咁，聽日繼續。幫我點讚、訂閱同分享，多謝。